台湾每年会进入超高龄社会，台湾人口老化速度是真紧，8年来就对高龄社会进入到超高龄社会。英国的国家灯会秀创新研究中心希望和台湾合作，特别找阳明交通大学，双方今日签 MOU， 做全球老化研究，也要开发这老人产业的科技。 根据国发会统计，台湾安怎的伫2025年进入超高龄社会，也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20%，5个人当中就有1个是老人。亲像英国嘛有高龄化的问题，不过速度无台湾遮紧。但是英国国家灯会秀创新研究中心想要和台湾合作，阳明交大就是因伫咧台湾第一个合作的优盘，希望透过 Voice 平台来整合全球人口老化的问题和健康灯会秀的分析研究。 which really enable people to have early warning when there might be a problem. So if they can predict a problem, they can also help prevent it. And so that way we can prevent, for example, falls in the home and really help people to kind of maximise their quality of life. 英国国家创新研究中心拜日特别和阳明交大签合作备忘录。 总统府主席沈应丁是表示，行政院已经核定4年95亿的预算，要带动个人经济发展。但是要安怎做呢？专家是认为，政府伫咧分配资源的时阵，都要有多面向的思考。 最大的合作的目标就是希望以全世界为群体，然后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这个知识和技术、科学研发的一个结合，跟商业模式的推动，去改变整个世界未来大家老后的世界。其实政府做了很多的事情，在部件资源，从医疗体系到社区到长照，都会比较针对那个16%。可是我们必须要在部件的同时，去思考另外一群还没有老的人。 根据国发会预估，台湾伫咧短8年来，就会对高龄社会变做超高龄社会。但是和英国比起来，因伫咧高龄社会的阶段，就维持50年遮久，确实有真侪经验是值得咱台湾参考的。也若对方是希望讲，会当透过台湾科技产业的优势，做伙合作，为全球灯会秀科技做出好的贡献。记者林晓凯台北报道。